来看台中有民众昨伫中兴大学附近的日川河道，发现讲有人乌白蛋马桶。台中市的水利局早起就紧去处理，环保局嘛表示讲会来找到行为人来处罚。有民众是真怨叹讲日川开遮尔济钱来整治，也毋过市政府拢无认真的维护，即马水质度是愈来愈歹。 民众惊这桥边原本是要看水底鱼啊，不过所出现一环境马桶，甲一位环境是真白下，其他民众也烦恼对水质甲生态会造成影响。不应该，为什么？就应该就拿去回收这样子。如果有人看到说今天我丢这个下去，他没被抓没什么样子的话，那可能下次他有这个类似的大型垃圾也会这样丢下去。那如果大家都这样丢的话，那绿川的水可能就会变得更脏啊。 17中昼，民众伫绿川的美川绿桥桥卡的河道，发现一个被拼掉的马桶。台中市水利局接到消息，10日透早派人来清除。实际到现场，水质虽然看起来真清气，不过也是蹲袂少土山。环保局表示，会透过监视器追查，若找到行为人，会将违反废清法来开罚。抛弃废弃物行为，已涉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第1款之规定。 依同法第50条规定，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。绿川地中区的河段水边铺挂水泡，下骹摇沉高高的物件，民众讲绿川水质确实爱改善。有时候有些人会不小心洗洗手啦，或洗洗脚啦，这样子之类的。没有清的时候，累积下来就会有一些异味这样子啦。 市府表示，为改善绿川水质，和解决防控问题，市府水利局设污水截流系统建立水质净化等设施，不过有时阵可能因为有氧化或者是天气影响，和水质产生变化。后续会加强监控含氧量甲铺伫遮物件，加强人员清理确保水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